大家好，我係東北醫療中心醫管部護士，我係 Sylvia。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個關乎健康嘅大事，就係大腸癌篩查。之前成日都話50歲先要開始做篩查，但係大腸癌有年輕化嘅趨勢，出現越嚟越多嘅案例都係50歲之前嘅。根據最新嘅醫學指引，依家已經提早到45歲就建議開始做篩查。大腸癌最狡猾嘅地方係早期好多時候係完全冇症狀嘅，好多患者直到大便有血、排便習慣突然改變，甚至摸到有硬塊先發現問題。但係到嗰個時候，病情可能已經去到中期甚至晚期。依家只要你年滿45到75歲，我哋就建議定期做篩查，及早發現問題，將風險降到最低。首先同大家介紹一個最全面嘅方法啦。Colonoscopy 大腸鏡，醫生係會用一條帶有鏡頭嘅軟管去檢查我哋嘅大腸，佢可以直接見到入邊有冇息肉或者係腫瘤。如果發現有息肉呢，可以及時切除，達到預防癌症嘅效果。不過大腸鏡需要事先飲瀉藥清腸，同埋要去醫院，對部分人嚟講會覺得比較麻煩。但係如果結果正常，一般10年先需要再做一次。近年亦有一種更加方便而且準確度較高嘅居家選擇 Cologuard 糞便 DNA 測試。佢可以喺屋企完成啦，唔需要清腸，唔需要禁食，一般每3年做一次。相比傳統嘅 FIT 大便隱血測試，Cologuard 唔單止可以檢測隱血，仲可以分析糞便入邊嘅 DNA 變化，可以發現更多早期嘅異常，整體準確度會更加高。依家同大家簡單講解下 Cologuard 嘅使用步驟。如果你選擇做 Cologuard，就會收到我面前咁樣嘅一個包裹。第一步喺打開包裹之後呢，首先會見到一個白色嘅支架，呢個呢係用嚟放喺坐便器下邊嘅。第二步喺我哋排便之前呢，就要將灰色嘅呢個盒打開放入支架，佢係用嚟承托成個糞便嘅樣本。第三步喺排便之後，打開取樣管，用取樣棒刮取少量嘅糞便樣本，之後再將配備好嘅防腐液倒入灰色容器入邊，關好蓋。第四步，將樣本密封好，並喺灰色容器蓋同取樣管上貼好相對應嘅標籤，寫好收集嘅日期同時間。第五步，將容器同取樣管放回白色托盤，密封好個袋，再放返入個箱度，貼好預付運送嘅標籤，之後聯絡快遞公司上門取件。我哋係建議喺收集當日或者第二日就寄回個套件，成個過程都可以喺屋企完成，唔需要特別準備。喺方便之餘呢，亦提高咗大家做篩查嘅意願。當然啦，仲有一種比較簡單嘅方法，大便隱性血測試 FIT， 佢只係檢測隱血，而且每年做一次。不過整體嚟講，如果你需要一個方便之餘準確度更加高，又唔需太頻繁嘅檢查嘅話呢， Cologuard 會係一個好好嘅選擇。最後想提提大家，大腸癌如果能夠喺早期發現，及早對症治療，效果會更加理想。如果你想做方便、準確度較高嘅居家檢查， Cologuard 係一個好嘅選擇，每3年做一次。如果做 FIT 就係每年要做一次。最重要係記得定期篩查。如果唔確定自己應該係揀邊一種方法，最好同我哋嘅家庭醫生傾下，醫生會根據你嘅家族病史同依家嘅健康狀況，幫你揀出最適合你嘅方法。只需要大家踏出呢一小步，從45歲開始關注自己嘅大腸健康，就已經係對自己、對屋企人最大嘅保障。多謝大家。自2019年起 ，WellCare by HealthNet 攜手東北醫療中心一齊為舊金山社區帶嚟貼心又實用嘅紅藍卡醫療優勢計劃。呢項合作已帶嚟好多實際改變，長者透過東北醫療中心經驗豐富嘅醫護團隊，能更便利地獲得所需要嘅醫療照護。邁入2026年，呢份承諾持續不變，同樣優質嘅照護，同樣全面嘅保障。WellCare by HealthNet 與東北醫療中心細意關懷，與你共走健康之路。